今年新住民基本法公布，为着要让新住民有愈侪管道听好接受到资讯，移民署委托着中央广播电台为新住民的朋友制作全新的广播节目，希望透过这广播愈了解到新住民的需求。 根据内政部的统计，新住民和新二代人数已经超过100万人，是台湾社会真重要的一份子。为着要帮助新住民在台湾通适应较如何，内政部委托中央广播电台制作全新的广播节目《新住民新力量》，希望让新住民了解在台湾可能会遇到的生活问题、文化的政策，也是法令规定等等的资讯。比较有用的、比较就是实用的生活快报，比如说在某某地方有个活动啊，就是举办给新住民，或者是跟新住民直接相关的法令等等，就是其实这些资讯对现在在台的新住民来说非常的重要。然后我主持的第1集其实是关于台湾健保系统的，所以应该是各种各样的主题都有。 新节目的主持人包括捌演过电视剧，也有在做越南语新闻主播的范水唱迷，也佮有真高唱台语歌 YouTuber 崔灿，另外佮有侪来主播各国家的新住民，也是新二代主持人会共同用华语主持。内政部表示，除了培养人才，嘛希望透过媒体来保障新住民也是移工的资讯权。我们借由这样的交流的节目呢，把新住民的声音带进来我们的政府里面，寻求更多的协助。我们也把新住民的心声讲给更多台湾人听。新住民新力量按算自10月18开播，中央广播电台表示，这是因得新住民基本法公布以后开设的新节目，嘛是因头一个为新住民服务的广播节目，希望透过广播的内容，让政府通听到真新住民的心声。记者卢尚如、郑春友台北报道。